一家之主马上来挑战，一定参加家常菜大 PK 了。客家特色食材、自天料理大作战，两个家庭无缺我嘅风味，所以马上不一样呢。为了家菜game，三网变黑，谁来出菜了？答案黑 A。姐姐刚刚讲说，我刚刚就跟我妹妹讲，我会选 A 啊。猜拳不会输哎，还抢师傅郎的猜拳，但是又输了呢。那就你呢啦。电头杀条布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吃货，你懂你是食神啊，我吃货啦。太厉害了，他们家师傅完成呢。我很想知道什么味道，很奇怪，很浮夸哎。我终于知道。周妈盖徐师傅走在头都不用嘞，一条这老三面一白色的有道理吗？怎么没有分我们吃啊？妈咪头，妈咪头，有夏天的感觉。你看民族节改棉呐，有冬天的感觉。对，我们冬天的感觉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現場小組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我係蘇坤，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，我係鍾伯強。伯強，唔點啊？你啊，一家之主節目當中有三大特色、三大紅啲，係嘛嘅冇？那個動人美地啊，那個節目吼，除了好看。好高，還有最要緊啊，是為了教大家樣樣去煮出好美食咧哦。哎呦，叫咩說係較怪的喂？我以為要加那個好顏值之類的。哦，那當然要，那個是私底下講的。哦，基本的啦哈。好，接下來呢，你先來分享到咁乜嘢你最強嘅評審欣賞。先來分享到嘅係你龐先琪龐先生。大家好，祝新年好。最強嘅龐先生。還有吼，讓我來強人燃刀嘅徐玉芳徐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阿峰誒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歡迎來賓之前哦，來先來分享一下今天的限定料理，好唔好？哦，好，先來講一下，叫咩嘢料理？你要共從然後，假使冇介紹哈，燒起來到時候很危險。快！到底係乜嘅？今日我哋喊聽嘅料理係乜嘅東西呢？簡單啲講，是客家板仁。我徐老師昨天เรา大家分享吼，客家板仁吼，就乜嘅特色哦，昨天เรา大家講啦。從了食了板仁的時陣，你都無上到馬莎家人。從到阿公阿婆。從人的時陣做咧食板仁。對。還因為時陣以前農業社會時陣有啊，我都有鋼天啊請好朋友來幫忙啊，本來每時有食點心咪做咧農業做，食點心的時陣咪做咧煮料對菜，睇自家做咧食。好，嗰所以你今日嘅自天料理呢，就會有個客家扮演，客家重要嘅係我來燒幾道今日嘅鹹水炸，兩水全部同腔哦。哦。都係姊妹耶！哎呦，今天好有福了，有福了！真的哎，很難說哦。先來分享到我倆最嘅分享到小김치韓國梅風雞分享。我看咱最嘅哦，掌聲歡迎我們的林建蘭以及林玉昭姐姐。第六，完全。韓語哦，記得兩沙假期內嘅做出嚟嘅年齡哦，超過100歲哦。哇，非常嘅資深啊！好，兩水嘅鹹水炸呢，都係啲桃園太海呀到邊來嘅。先來燒嘅牙呀，水嘅呀嘅小김치啦，梅風雞。佢兩沙真係當腔誒，你講當年啊，都嘅盼走吃年夜飯嘅時間。佢兩沙叫一個清淡哦，差不多40年嘅。哎呦，真的哈，好厲害哦，傳豆豆呢？全台灣各地嘅都有嗎？冇按到啦。謙虛啦。有嘅團圓飯有乜嘅特色咧？團圓飯哦，一定有嘅雞肉，一定有下公嘅，一定有卡科，一定有長年菜。啊，你客家呢？對，最難任務給你來。剛才既然講到是姐妹，你團罵啥黑姐姐給你決定。壞人我來做。咱敢講吼，記得兩沙圈係應該妹妹啦。所以你
个答案做对吗？当然是不行啊。也是他10岁，也是他19岁啊。好了，你够了，我养给你。係啊，你睇梁生哦，未動厲害哦。哎，吃到看到牛腩雞，然後牛走雞的時間，我就吃到當後生嘞。哇因為想到阿公阿婆啊。哦，因為嘛嘅料理吼係以水為主嘅，留幾條講。地中海飲食下到咧。哦，地中海地中海飲食黑馬街。哎，是講緊地中海飲食。我沒有好嗎？真的韓國瑜先生。地中海飲食就沒有什麼啦，就是菜煮好了再放鹽巴。哦，對，最重要就是力量天孔啊，健康概念。對，它菜湯也一樣，煮好了再放鹽巴哈，那個味道會特別鮮。它不會被菜或湯裡面的菜吸進去。重點就是這樣，地中海飲食。然後少油少鹽。所以冇聽錯哦，記得要做嘅料理哦，就是少鹽少油少鹽，非常健康嘅料理。可是要香哦，我有香味哦。一樣超過100年的功力客家料理一樣，但是鹽巴就是要最後放。以前我們都錯的就是一下菜進去，鹽巴就進去。其實哦，剛才他們節目之前哦，我哋記得有兩姐妹對稿子哦。今係講地中海料理最會做呢，結果佢媽嘅料理全會做。對啊，會煮煮算18年啦。所以就這以前你客家料理嘅發字典的呢。係啊，下馬威就躺到下多咧哦。我們用親情勝出。我你看，有信心嗎？有信心嗎？有信心。你哋有信心嗎？有。台上哈 boy，有信心嗎？有。馬上來進行我嘅體力訓咯。屋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算係自家嘅好明星。兩嘴的寒天嘅時間地度做出自天嘅菜色，本來係雅屋卡嘅較上癮，也係雅屋卡嘅明星好呢。比賽會由兩嘴嘅小嘴長先開始，準備拿出雅屋卡嘅好本得了，一家之主上菜嚟。哦，如來道哦，比賽最長嘅個時節咯，我來搞海菜傾，嘿嘿嘿嘿。他有練習，而且我有強棒。我用吼玉昭姐姐吼完全唔怕你你哦，先講好勢啦，即係你下搞慢版咧，先不應該就可以完全冇問題啦。唔過吼，假使你又輸了吼，假使記得又輸了哦，記得該做吼我扣踢2分鐘比賽嘅時間哦。啊，唔過唔怕，1分鐘我慢慢樣樣哦。吼，慢慢嘅版本哦，版 OK，本哦。好，你先搞不開，先來剪刀石頭布完咧，剪刀石頭布。一家之主愛情橋，橋冇橋咯，橋咯，橋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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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橋，橋冇橋咯，橋冇橋，橋冇橋，橋冇橋。哎，你喺馬計錯啦，你喺馬計啦，你喺馬計，因為貴啊。好，我死，好，慢，下一棒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好來，放輕鬆，一家之主愛情橋，Q 有冇 Q 有？啊 Q 有冇 Q 有？ Q 有冇 Q 有？你錯，平手對不對？做三個改100，好不好？剪刀石頭布，剪沙條布，一家之主愛情橋，Q 有冇 Q 有？等一下。哎，輪流啊！你攻擊，你係我本機攻擊。我們贏吧，對不對？我們贏啊！因為他臉很亮白啊，無所謂你就贏了哈。唔怕啦，完全冇養容了，好嘛？係啊，因為那就太強了。那他就輸了金行比賽，選了一塊亞給豬咯。 Let's go！大家先都要特別準備好。好，我喜歡吃飯耶。我你下完全唔理我做乜嘅。太極嘅老公送一西吧，好，幾老嘅亂講全部切到白切哦。哦，你唔好吐槽。先來白香，啊，白香，好。做什麼？多謝。好，計時預備開始。誒，你在彈鋼琴哦？你呀，他呢？可是最多就最太點，加到6，重慶我炒。少油。阿妹，哎呦，阿婆，我兩個紀念冇看到唔會行呢。誒，唔會講會啦。凶多吉少。我完全同意哦。炒你係咪改東西？白香，
通奸的，哦通奸的不要用嗱，我趁兩個機邊好好來看到睇睇。，cái地圖就風衝跳的，你會強澎湃的吧？要不用馬街啊？哎，馬上就迷途香了。菇、還有馬街？蝦仁、哈日哈伊，小還有嘞？小妞，我有一個問題，馬演習怎麼那麼快放呢？要較天咪，加熱就可以原了。先唔係水魔會變美，天這個有沒這個有？是走對的，這樣就可以了。哦，別人是做的。大家有大家的好米西，搞不開米西冇用，畢竟佢係百年工藝哦，百年好手藝。其實個拉拉嘅冇，嗰啲就好咧。八、我關火六、五、師傅，四、我哋話聽住分鐘哦，我一，請舉手。停，他走得好，他走得好。嘞，他走得好，要先暫停1分鐘哦。Hello，剛才你先講好，等下做乜嘅？等下先煮滾，高湯先煮滾。哦，我知道扮演要先殺熟。哦，先2分3扮演就好啊，你慢慢開。哎，OK，我們已經講好，這個是計時。好，計時開始。好，現在開始哦。那個高湯放進去我。跟你說，好，1分鐘過了。佢都要嘅做法，然後我都要嘅完全冇錯咯，我都要現炒呢。係，我睇出炒乜嘅冇？一個前前用，前前豬肉，用。係，哈，啊，而且豬肉，切豬最肉，難咧，而且豬肉，而且豬肉，最難咧很有時1哦分。鐘嗎？加住加住。係中間呢，係。阿妹，你老幾上？切實你老幾上係中把槍一時做得切的呀？ OK，哦喲，切得好厚哦沒有按用做得冇，太做得做近。得， ，30秒30秒。豬肉係無豬還是白豬？五豬，五豬啊五豬誒，哦，就聽我先不煮五哦。豬誒好好食。誒，哦，咁樣呢？冇講係唔啲呢。對啊，嗯， 8、7、6、5、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三個咧。然後繼續做好冇？好繼續做下好去，沒問題的，沒問題的，你繼續做下去。這兩個做得不錯，對，對，開火開得不錯。我都要聽係2分鐘後用半音啊我。們大姐切豬肉，攤走了就會冇窮喲。誒，真勁誒。係，沙發也有乜嘅要注意啊嘛？水滾張標，水滾張標是不是？好，準備咯，準備咯。 3、 OK， 2、1，我跟你我哋講，開這邊始。我很放心啦，會看人給他們。呢啲哦，差唔多好了。水開了，哎，水滾呢就喺嗰啲就喺邊係咪啊？哦，水就喺旁邊啊，水哎我假使魔滾，我滾的時間哈，水會含牛體，牛體嘅品，下面會滾。哎，我前條爸有聽過爸爸老公講嘛，都係18年的時間啦，有上時候爸爸就會講哦，太風猛滾，西風跑跑滾，就是像這樣子，就像你這樣子，人家就忙住後，又都會夾夾滾啊，他個白人吼，日聽我按用個按用音。有啲，我爸爸是白人嘅時節哦，假使我媽媽煮嘅唔辣個吼，佢還會用到電鍋地圖煮啊煮啊。真的假的？係啊。好可愛喲。哦，特別安強哎哦。哎，你看佢咁簡單哦，假使我來用吼，哎，可能正方形。你有種可能嗎？冇呀冇呀冇呀。呀。都係18年的時間啦，有上時候爸爸就會講哦，太風猛滾，西風跑跑滾，就是像這樣子，就像你這樣子，人家就忙住後，又都會夾夾滾啊。差不多意思啦。前面哦，佢等下半年都可以了，就多得收。我有就做所以喺炒嘅部分全做得了你啱好咧。哦。很好。咁有冇看面試有乜嘅提醒冇？要加碼嘅東西落去嘛？最主要啦米飯，最主要就愛香蔥啊，白香啦。哦，這個，啊個高湯，該按到雞湯啦。啊，對，10嘢嘅雞湯。哎，該就就半然一點。對，佢這個農該產的該種嘅口味整個提升。浮起來咯，浮起來要浮起來，要破起來啊！還要浮起來哈，看到來削削嘅。給破起來咯。哦，就是這樣說一說頭，慢點，那麼甜甜啊。哦，這個我第一次知道誒，學起來了。啲下呢，牙雞扮嘢已經破起來誒，來呢塊牙雞片咯。好喲，我呢當然塊咯。來。哎，家住要慢耐要慢耐 Hello，哦。我親愛的小組員，楊漢勇版。然後炒料的嘞。天哪，哎呀人家切東西哇很強啊！哎呦你看，真是哇！我剛就唔要誒。好，冇時間，嘅，
别强的本地来别吼，香菇，哎，怎么个有现表香菇啊？咩表香菇香啊要必香，闻到香味了吗？香菇味有道，哎，超香的。我爸爸讲，两你要我这样两香菇要变到金黄色，哦，用半两张后生。很简单的，因为有定风色再过来了，却变黑色了，该时间要抓你。要抓很准哦。人家香米出来是黑金黄色，就够重的够渣嘞。好。可是哦，它改料理地度啊，比统中药呀香米哦，就是这个国语叫做边香，它改发呢我都边香，就是这样会比更边，而且会轻轻的了。所以我们的一下全部不用按落去啊的。慢慢的变哦。这对。个每次当有层次感，香菇的味道出来，啊，黑边的味道出来。没错，出场的你它赶紧懂有层次的香用啊，哦，爱喊好懂有够，层次爱喊好够。要不用到了，不用到了。他们俺要做冇问题耶，我们都来看两个片好不好？好，跟你一样。继续加油哦！哎，站太久肚子会饿。对啊，哦，我变化一了，我变化一了。哦，哎天哪，俺看到那个扮演都可以呼吸耶，嘿啵啵啵哎，哎，留一点给我吃当配饭啊。吃怎样？哇！好，可以了，这样哦，快够味了。掉很多哎，哦。俺发现到人家当面做的迄贵凉拌的呢，真紧较健康哎，做饭冇 Q 用哎，吃下给客家扮演最重要的就是这都按用狗狗哎，对不对？对，越裹越好吃哦。对，那种狗狗的吃起来这样有该这种阿婆的米头。它香料煮的，它里面还里面的吸进去的咸味还会还有死猴嘞，来来来，对啊，去给他们抖呢。对啊，哦，去看我那边，去看我那边。好，我们这边完成。我要看你改片，对，两边，哦，两边没好嘞呢。哎，你都给同桌没动。好了，你还蛮该点应该汤哎，呢，鸡汤没吗？鸡汤，要不卡十几？对，十幾，你即刻用嘅。哇，七加六的给，亮是秘密武器嘞。真给你看我们加分。还不一定。像这按多不用嘛改。有酸的，哎，芹菜、葱的，盐水的。按多哦。哎，哦，10秒，胡椒粉来，胡椒粉，好了，胡椒粉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哦，两下两组呢都已经完成了这个菜色，等下你来试看啊，都带哪一部卡嘅米西卡好食咯。好，两下呢两嘴都完成了两个好米西耶，随就来品尝看啊，就对俺嘅红队开始来设计哦。好，嘎，怎么办啊？这真嘅系线路焦灼呢。哎呦，真巧，完全冇漂亮嘅做法，唔过做起了全冻河呢。你听是豆米，是豆米哦。系啊，跟米黑两个精髓通调的部分哈。风吹改哦，他们红队哈做的用饭哈。好 Q 哦。该菜哈水梅酱冰下去哦，它的脆度还在。对，很新鲜哦。那他呢？我是蓝队的。马上就要来吃第一名的了。马干，怎么办？而且要给好。来。哎，我觉得你们队也好厉害，有这种头白就会按两猪到狗狗哎。然后狗板。他甲白人吼，日定会按用狗按用音。有的。你看，爸爸是白人的时候，假使俺妈妈煮个辣狗吼，你还会用到电锅地图煮啊。真的假的？对啊。哇。哦，还有。该狗该加粉。哇，这个汤头完全冇 Q 用诶，那全部用到底端用狗狗吃起来嘿，哦，很发酸哦。我们家里煮也是这样。哦，记得到我下煮嘅时间没很强壮，完全实力展现。真嘅，喺老布卡米头带出来了，大家分享诶，好满足哦，还没吃香诶，吼。好。紧张的时间到诶，然后呢，随就啲人你嘅旁线上开始前来本你分数哦，抢分数。第一遍。啊，好了。还不够。俺想我糖多2分。哦。好，来了。很行哎，我们很厉害。耶，提手！抢奖评，公平哈。怎么改？那先讲吼，我做么该选那个邻家姐妹花呢？因为啊
给它拌然后，俺忙湿度的时间还是批到香米，哦给它香米就冲出来了哈，当生气哦，所以俺将会献给。哦，虽然讲俺俩对的没以后是，不过俺这个也还好，让我有个回味的感觉哈，因为香米，所以还是献给。我来讲哈，买说呢，之前还讲几个强出有没有？最后当冰落去，对，啊，不过它的味道其实是吃起来是清脆清爽的，对。呀，体育馆的可以了，还凉水品数全部都懂厉害，我这个奖励好厉害，打破下全有摸球龙嘅米头啦。咁講你生下來啊，就會唱到齊師傅嚟呢度表現一下，看要帶來乜嘅素滷菜，留大家分享咯。中埔素滷菜，齊師傅，你要打你嚟做乜嘅料理咧？第二道菜嘛，按到魚目混珠佐和風醬。魚目混珠哦，魚目混珠係用買呢半人，你係半人，扮演，啊你係魚酒、芒果。啊，我反算沒做得落到料理裏度哦。沒做對啦。我鹹甜嗎？唔真的。好，試了開始做，好期待哦。你係有冇？係糯米團，一個比例係100公克，就是1:1，糯米粉1，水是1。OK，啊，魚漿是做石斑魚啊、馬甲魚都去打到魚漿製作得咧哈。我啱想問哦，你會唔會用芒果來做菜入菜啊？因為你下有冇熱天行熱，啊你下芒果的調時的時間，啊愛是上多農料來做菜。誒，當歸嘅料理啦，兩隻幾節嘅啦，兩隻幾節用料理。當季嘅東西。冇錯。切反算我也用切咯。冇，愛白皮出來。老闆娘胸中演員哇，我超愛吃反酸的味道。哇，一半留給我。對，沒有這個節目，兩件事情要排泄哈。冇啊。哇！還有你，哇，好可愛哦。佢間安強誒哦。你看佢動機簡單哦，假使愛來用哦，可能正方形。你有種可能嗎？我搞可能啊。冇呀，大送。對啊。去間老闆耶。去那個咯。哇，很用心哦。我白人嘅師姐哦，呢條我沖嘅係麼？都做得哎呀。我都演。我寫師姐啊，我阿婆讓我講，要搓長條，按剝一塊。對。嘅半家哈啦，半家哈係人咧，老家哈老人啊哈。都斷半人啊。這樣。師傅現在換了。哦，師傅你啊做嘅係煙哈。哇！哎呀，懂想聲音的是咧。哎，你來猜一下無？其實蝦嘛是甜的。你一支唔知咧。還沒唔知。該係吼，基本係稍上到嘅地方。呢個你一猜出來啊，鹹，有點鹹，沒有點甜，又酸。哎呦，因為加了有和風醬油啊，撈了汽車搭都好。所以這一關我一定要贏。讓來又好食咯。對，冇什麼好食咧。我等下派出別人跟你猜拳哈。你的地方等下哦，我都會答題吼，讓個你哦是做得食咯，輸個你是做唔得食咯。是做得肯定食咯。像兩班加油啊！破去的時候咧，破去了就好破去的時候咧，好嘞。點解做要麼簡單，點冇看咪做得做啊？你看有芒果，有個春嚟半人，咪做得同啊，做得要賣在氣象做啦。做呀，創意料理咪做得本老公食，老公食落去好幸福。像我們今天這樣的湯圓可以用在這裡嗎？做得，可以都做得，反正是做得嘞。大幅嘅該媲美做得。通通圓滾滾的，超顏色形狀都注意到了。對呀。哦，你好，做最貴味咯，攞佢創意了。最貴哦。人呢現場咪做得啦，講一隻價。看用的配色啦，配色，看應該性侵啦。係啊，基本性侵好是用膚色的，性侵好是用光色的，咪做得。看到明珠姐心情都很好。真嘅呀，就是有透明。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懂得影像好美哦。半人有冇基本標一桶有冇變成焦糖，炙燒落去，佢口感面完全冇咁多，美味しい。所以兩套料理吼，做咧做冇強人嘅發用。sauce。和風醬。係。哇！因為我咁講吼，師傅嘅和風醬係特別挑過，
因为你看颜色同个色系，暖色系，对啊，所以说这是他的秘密武器，前面都是给小 case 起个容哎哦。哎呦，就好噻，来，太厉害了，他每家都这样完成呢，厉害呢。混珠组合风架。好，不過呢，我先來請師傅練太極下來吹一個題目，看來吹做的洋腸做的色類都按好色的料理。好，請出題。说到黑豆干，大家就联想到大溪名产。好请问五位挑工的制作过程中加了什么而变黑 ？A. 焦糖 ，B. 酱油。很简单好，先做厲害。好可是呢，哎，牛紅毛一定係失敗，就像我们哎，都猜拳都會輸哎，嘿來請師傅讓你猜拳，拜託呀。請對對對對啊，對，嘎斯又输了呢。那就你呢啦好，你呢啊你呢準備好了？對，洪師傅，我想吃啦。好，好，我更想吃。你唔會自家做，我唔會做啊。哦，準備好了？剪刀石頭布，看到嗎？看到嗎？不快哎，我終於知道，做乜嘅徐師傅做啲頭都不用咧。你怎麼沒有跟我們吃啊？媽咪呢？有夏天的感覺。你看明珠姐嘅面呐，跟這個冬天嘅感覺。對，我們來冬天的感覺。剪刀石頭布，看到嗎？看到嗎？吃貨，你容易食神啊！我吃貨啦。不一定你們先抽啊。 A 焦糖，還係 B 醬油？來 A， 靠近嗎？靠近嗎這個完全唔對哦你。有試過跳舞館係甜的嗎？你講 A 是 A，跳舞好館嗎係鹹的吧？來掉 A，來掉 B。都帶，全部的黑 A。為什麼這麼一句話，薑還是老的辣。木頭乾的基本的調味料是焦糖，焦糖是木通，好，它具有卤味與防腐的功效。在冷藏設備沒有這麼發達，我們就是以焦糖來滷豆乾，而未賣完的豆乾經過焦糖一滷再滷，漸漸地會呈現黑褐色。哦，原來還能用音哦。其實你沒係選 A 啊，哎，你這屬於嘅猜拳。冇辦法啦，來出了好了好了，給吃這個。自用才掉走那些哦。來，哎呀，都一村呢，都一村。都一村呢，來，師傅，強下都去。兩村呢，要不要幫忙？我完全冇想過吼，芒果做得加和風醬誒。我很想知道什麼味道。不快哎！我終於知道，做乜嘅徐師傅做啲頭都不用咧。來，你可是老三面一白色的有道理嗎？你怎麼沒有分我們吃啊？你就專心堂，你就會講感覺咯。先用梅俱全，啊，玉州姐姐咧，那个吃了一点汤圆，然后吃到那个芒果，特别清爽。因為又板然又對哦，還有芒果，哦喲，真的絕配，味道一定買嘅係絕配哦。俺們堂師傅以色最佳，一白色三料，我給媽咪頭，有夏天的感覺。哦，年前的米亮哦，又暗香香的，扮然又 QQ 的。你看明珠姐嘅面呐，有冬天嘅感覺。對，我們冬天的感覺。好啦，今日下隨著來進行最背面最緊湊嘅一關了。藝係太祖譜，用吹運用接力嘅方式，運用客家特色食材，完成總譜10天愛做嘅菜色。啲先前唔知會出乜嘅題目嘅情況底下，梁翠咁嘅因為太緊張誒，殺亂盤盤喎，到底馬沙張係真正嘅一家之主。而你隨來上菜了。哎呦，是天嚟凍河食嘅魚目混珠之後吼，水梅熱乾吼，裝啲魚目混珠嚟哦，我食機咯，
見面我喊天嘅食材試推係馬雞東西。哎呦，韭菜。人嘅材料係講韭菜，西人呢係講快菜。係來講本睇架頭，因為呢睇架都係太海客家人嘛嗬。太海也代表做得講係快菜嘅故鄉哦。也就啲係做嘛麼？因為啊，太海呢，佢就拄好啲啊嘅太海海嘅主要河巴，然後插出一個河巴，搞嘅蔬菜大嘅河蟲蛋糕，加三隻嘅奶肉凍皮。古所講呢，到太海呀，差唔多特業農家都有種下嘅快菜哦。哎呦，古所話咩變做全台灣最大嘅快菜神奇。哎呀，我講嘅眼凍哦，我想為啲嗬，今年到底嗬我用韭菜來做馬雞料理咧。做乜嘅料理咧，龐師傅？哦，基本嘅咧，你愛本參賽者呢，其他料理很多韭菜下工春卷。有乜嘅邊絕咗先搞一下？係啊，你話韭菜哦，其實加營養成分當高，很多你愛基本嘅料理包到春卷地位度呢，係春卷當然包，係唔好煮啲多呢，佢就當為人家講爛鐵，但唔可以爆，拜託係，拜託。好啲嘅係最。韓國呢，你嘅包嘅時間呢，你嘅配料一成比較好一定熱冷當包的，冇你小小一包營養比之難的。哦。對啊，管理度啊，還有廚師幫我，讓人天數。好，先來請龐師傅拿你來出題係。來，你我們講韭菜非常的有營養價值，唔過呢，佢不但做得幫助你排便吼，韓國呢個就預防腸癌，所以呢韭菜呢本你按多麥雞菜排便菜。很好笑，很直白。四重菜，哎呀，都有可能呢。哪一隻？排便菜。等一下，我猜拳嘛哈，然後拍別人，修剪剪輯，附近人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上剪刀石頭布，對了，你應該已經數到不會做好了，加油加油！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。哦，兩姐妹哦。來，都選，我選哪一張答案咧？B 確定了哦，準備改哦。我是昨天選 A 啦，你們記得選 B 嘛？好不好？沒有把握。我們宣布答案係 A， 海邊玉蘭姐姐剛剛講說，我剛剛就跟我妹妹講哦，選 A 啊。答案是 B， 對不起，答案是 B， 洗腸菜說錯了，很會做效果呢。答案是 B， 四重錯，因為呢，韭菜呢，佢含有豐富的纖維質，能夠做得幫助人的腸胃運通。除此之外呢，含有纖維呢，佢做得幫助人的毛髮能夠身體金屬的保護。所以呢，韭菜呢做出很多四重菜。嗰時候呢，廿關的話，你就得到90秒、30秒半。我30秒沒做的沒動過啦，還沒做對啦。做對了啦。說得好，先來一塊啊，跟住我，去我們這邊來，兩下水計時開始咯。我先來切香菇，切咗一絲一絲嘅嗬，唔用太老嘢嘅先切嘅。先切咯。不過也未當有口感喎。做得冇？做得。像你有冇跟香菇條有冇？佢咩做個素的干貝醬？哦，對。素的干貝醬，那個用一絲一絲，還落一泡。好，我還有一點時間呢，讓他做天數嘛，該。選你。好。紅車條咩做得成？可以拿多嘅。我切菱形的啊，唔係咩啊？先切片，先切片，先切片，再切絲。切絲。先切片，再切絲。你不能一直陷害我我就覺得你在把我魚目混珠。我們不是同一隊的嗎？沒有。那就差不多了，我們再看另外一片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你要10分鐘是嗎？記得講差不多了。鄰家姐妹花全部都上了。哦。睡後就上牙齒。韭菜是冰魚來嗎？先種魚來，種到哪邊？種盤的呀。盤的，哎呀，還有風水特切。風水特啊。風水特切。切了。你要慢切。切泡泡。
切泡泡的那样切泡泡上切细哎，呦呀，打去切打去了，没，黄山切多了，安切好了，切泡泡，切泡的好，哎呦，切越薄越好，要强呢，要强呢。切越薄没有越好。听嘛，唐马好了，上切泡泡哎，呀，好讲好越嘞。薄越好，哎，做唔得就做唔得，哎呀，下讲好嘞嘞。哎，切越薄越好。哈讲好嘞，哈讲。他讲，还讲好嘞哦。灌佛，关火关天走的。灌那个，灌那个，等一下，等，先灌那个，灌那个。啊，快好了，你停一半哇，六来停一半，好，还忙，三还忙，一，停，走了。哦，停，不，马上，王一，好，他切，哎，还有那个，哦，哎，俺家呢？那个声音还有他讲哦你，这个香菇在干嘛？下来不及。我们怎么在同州？我两个，你把三只虾子在里面干嘛？你会生病吗？快，慢慢的讲。你们有这个帮我？我们老神在的，不好意思。那个冰酒会用30秒，病。先见。用懒鸡啊，他一直要地中海料理。对，他们两个在执着说到底要煎的还是用炸的。跟酒比水还好冻。建筑了，哦，看哪呀？看那个冻挺重，那个油要倒起来，妈给紫金圈总得走。哇！继续，加油！有没有切末？嘿，有没有切末切碎哈？因为叫白香。哦，很好用哦。看这里，我咬到叫妈烂。看这边。好，OK，加油！用你出来了哦。你两边有求救吗？有求救吗？等下长了肉。我觉得根本你两主动冲突毛嘛，该爱用到求救呢。咱上问一下吼，玉兰姐姐，该大蒜哦，蒜体吼，怎么该两下长冰下去？因为不要爆太黄。真紧哦，当你就做菜嘅囡哦，先做你口感过。好了，我在这边，他们要下锅嘞。我刚刚师傅有讲到，料要比人张都薄，我说我留一些嘞，给它冷却的时间哦。好，真的30秒，他会表演一下。哦哟，你莫紧张哈。你看不看？因为哈，你怎么切都是我比较会切。等下就换下一棒哦。直接捧出来就穿烫。4、3、2、1，捞起来，你都要给捞起来，然后爆香，捞起来爆香。他们用水烫哎。哎，我们也是地中海啊。来，快改。要油啊！我没有倒了，好咸。现在换你了是吗？那是什么？换第3棒，大概我不用油了，没有了。觉得还是要洗一下。哦，你要用哪一个吓一跳？给用啥？就是专门在一个姐姐都可以，都有一张妹妹都可以，哎，该就没听到哈。你可以抛假啦，可以抛春卷。哎，你不有以为那个该50千呐？你得走的求救哦，哈，走的求救。对，走的求救。因为用30秒都包改时间啊，包啊。天哪，我可以去看我谁的啦。来，糖都别给上面。该干了。哇，开始炒料，好漂亮哦。啊，等下先比2张都很薄哎，而且加油哦。好，蒸汽时间哦。盘的看我先接的位米米3次嘛。两位不用挑油，该位不用染摸空了哦。那边地中海啊。我有点要比上色啊，这边地中海。你那边是黑海。那黑海，啊，这边。因为酱油啊，黑海。挺厉害耶！哦，来再甩一次。安了吧？哦！水，我要洗一下锅子，晒一下锅子。你水电动呢？你还是这会啦？对不？哎，是不是？出个部分哦，都低度。你咩款？你知道吗？你跳鬼神那头破。挺厉害耶！哦，来再甩一次。安了吧？哦！你们刚刚有看到什么吗？
那你这样切一点这个，我这个笑，欧很奇，欧很奇，我们综艺咖你应该改变欧一下，可以啊，欧一下。可以包要吗？帮帮我。洪师傅，来，好，计时开始了，开始。开始啦，洪师傅，你有只有30秒，这个调只有30秒吗？嘿，你4日真是，过了10秒了，真的。叫。等一下我假使錄音炒，你要该春看哦。卷皮9份啊，那只能帮到一个吧。那你要你哦，开了两后捏会撩，吼，两后捏会撩。 10、9、慢慢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間到。 4日幾渣呢？哎，就这样啊，好喘啊！啊，有冇做料理？繼續走。加油加油哦！哎，繼續。我講呀，該春卷皮啊9份正反面，還有該出誒地堡，它有出招的是在裡面。出招哎，對對。啊，出诶地這樣你知道了哈。我知道了，然後在這邊裡面。哎，給糖控好，給春卷皮有本給正反面呢。哎，水。我頭先講啊。剛才剛才冇事啊。你時間動動呢？對啊，你還你還水包啦。對不？哎，是不是？對。徐師傅講誒，做出來較優雅，優雅做菜像優雅。哎，不要再聊天了10分鐘，不要再聊天了。慢慢的來，嘿。哎，你的時間真緊動。好了，什麼狀態啦？係啊。好，稍我跟你講，哎，給春卷皮哦，有本出嘅部分哦，都底度，除嘅都煮嘅都底度哦。除嘅啲啲，哦，煮嘅都底度。你咩款？你知道嗎？你跳鬼聲，口對，不是把狀態黑，動作讓你可以走開嗎？你看就廚師幫我你要有廚師幫我哈。我先看一下廚師做呀。廚師幫我。哎，你還做這種哦？做這種哦。你做得看一下。看你下當幫你做看看。好，到嗎？好，廚師幫我。那我可以全部包完呢。可以。哎，你一起講哈，唔會做哈。你做的狀態黑好冇？哎呦，喜歡吃蝦仁呢。哦，該老師放比較後面該。你這個給彭師傅每日偏心哎。用板豆。哎，這個同桌度料哦，很好驚呢。不是啊，因為大家都做 demo 啊，demo 做唔得衝擊啊。現在可以再包一個嗎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你剛剛看什麼呀？你剛剛看什麼沒關呀？係，可以，這個在外面，加油，從前面。哇，哎，這怎麼那麼大？它皮破掉啊，它皮破掉了，變2張都沒有爛皮耶哦。皮破掉，你做得搞一下。抖一下給。哎，你你見好你要搞一下該。哦，囧是做得嘞。哦。哎，我發動啊，轉了幾包退了呢。不是，給皮咱這個老給天數還用安排的嘞。 30秒，溝通大白。最後10分6分鐘哎，哎，等下擺盤哦，看到地板鋪嘛。斜切插夾。切，按鈕，聖誕樹來用嘅。哎，最後面做這個切開了按鈕，做到6分鐘哎。我要小，你要不用按嘛？我要小。你這個活動台呢，讓人也輕鬆容。 Oh my god！Oh my god！Oh my god！給它盤的那個，成盤的那個。 等一下，而且提煎到金黃色就好了，提煎到就好了哈。力！哎，你怎麼是同桌？倒帶。好，吃兩面金黃色就好了。來不及切兩面金黃色就好了啦。兩面金黃色就好了。見到金黃色時候了。不要緊張，沒緊張，沒緊張。繼續。哎，等一下，切個是要直直的切哦。你那個聽我直的切哦。指你的頭啦。最後一個放到面子上，這個太油，這個太油。最後你們兩個很壞哦。好，去看一下，加油哦。慢慢的哦，樹沒錄到哦，樹沒錄到哈。哎，做得了哦。哎，你的好漂亮哦。做得嘞，嘿，做得了哦。時間差不多按個下9對了，好。變一下金黃色了。 1分鐘沒了，1分鐘沒了，1分鐘。我好緊張啊，很緊張啊。係啊，最尾日慣了哦。我鼻痛誒。差不多了，嘿，好了。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看起來很懂好食嘞。時間唔可以多嘞，時間唔可以多。加油，加油。 OK，好。
你哋喊做得用30秒嗎？做咩嗎？冇嚟啊30秒啊！ ，get。記得比賽做出這哦。可以了。莫切落去哦。可以了。拿過來你哋有冇直直的切？我倒數咧啊！倒數咧7、6、5、 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啦！好，兩下最背面一關呢，非常的刺激，兩片都已經做好勢，等下呢就隨來試試看哪副卡較好勢了。好，到底馬莎係你今日嘅太總譜咧？先講一下，今日真嘅係挺刺激的，太緊張了。其實我做的是全動火啦。對，真嘅係。好，先來試試我要風吹做出來呀嘅快脆下工春卷，來太起講來哈。哦，我來幫大姐你這個擺用。盤哦，就榮幸呢。對呀，來，謝謝。老師要擦出來本。哎，這真的是外酥內嫩，又甲動到水分呢。超過100年功力來講哦，係有一點香啦。溜溜嘅啦，溜溜嘅。我們先吃看，可能你們比我們更鹹，也沒有夠呢。放開行，啱行啲。好，我都還沒吃，我也不曉得。難怪姐姐該下講吼，先唔會講啦，因為哦，我掉給還蠻血的。對，我講。沒有啊，哎，米兔完全冇唔通哎。你也冇ăn hả? 你也行行。嘿，沒炸蔥油。你有睇到個 crispy 的感覺嗎？卡斯。用煮肚皮常會好吃，這樣煮都太好吃了，那真嘅會陷入一個焦灼戰。雖然講東南街廳，還有做一隻街廳，先來搶螃先生，搶本書。之前咧，好，還沒結束，咱兩票是當關鍵的了。哎呦，假使你聽我改片吼，是香手，哎呀，獎金就要對分。對，2、3，真緊要的對咧，醫生同我講。我聽下我做哦，就讓我講兩片，你知道？啊，吃了啊，吃最吃的是迄兩片，啊，吃兩片是兩片，啊，夾出來就變兩片的。兩頭有啊，係效數冇咁錯，啊唔過佢會顯到減是會顯到出來。色的部分。是。哦。啊你啊，我會感覺係佢會顯到動靜，佢眉頭眉挑到動好。故事用可以來翻呢，今日按建中嘅比賽總算得出一隻成績咧，就係兩最係立體版嘅平手哦。耶！對，我們請兩隊的隊員來中間，好不好？好。我來頒獎啦。因為呢，今天有那個神秘的嘉賓，對不對？都電影下了哦，還準備包。好，不得了。包一下。包一下。哇！只有阿婆。等一下，我要到邊沒有哦？媽媽今日留來都獻蟲誒。媽媽邊呢？邊攞到嚟啊？去拿獎一獎金本啊，有錢嘅人啊。其實我感覺啦，無論瑪莎係輸，瑪莎係讓啦，兩個發明哦是最好的結果。我們先來摸一下兩個片的感想，好冇？學到很多，謝謝各家電視台給我們這個機會。好，請梅風姐，行家睇住兩仔有乜嘅感想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一隻節目又好教，又好比賽，嘿，又好獎金，真嘅當好嘅電視台，歡迎大家來看一台電視台。好啦，今日你最悲喜做得有按精彩嘅比賽，就唱係你節目嘅宗旨腔調，希望呢一部卡腔下來做料理嘅時間，又加神奇又做嘅腔下好，最重要嘅就係大家做得七種腔下可以聚集在一起。假使吼，你做得上大家強咯吼，強下做菜，強下難得嘅做菜，你一定會來報名咯。一家之主，大家下拜再見，再見咯，拜拜。拜拜。